好，我要郑重的介绍我后面的两位弟弟，他们是来自都兰的，今年刚新成年的年龄阶层，他们叫拉萨洞，沙洞，其实阿美族有年龄阶层5年为一个单位，15岁到20岁，20岁到25岁这样，还有一个年龄阶层，就像一个班级一样，他们要一起承受部落，一起承担部落的使命这样，他们是一辈子的兄弟。然后年龄阶层升上来的时候，就会取名字，用5年之中发生的部落里面发生的大事情来替这个新的年龄阶层命名。所以5年才一次哦，在都兰成年礼。他们刚好成年的时候，老人家就帮他们取名叫拉萨洞，很难念哦，跟法文一样。沙洞是阿美族，指中文的话就是大木头的意思，很大的木头用来盖房子、做柱子那个。因为他们那时候，他们5年之中最大的事情是八八风灾，八八风灾让很多森林的那个很大的木头飘下来。我们在都兰湾的北端嘛，因为随着洋流那些大的木头都飘到都兰湾了。很大一片呐，大概500个铁花村这么大吧，就老人家一辈子没看过这样的景象，觉得太神奇了，可能地球真的不一样了，然后也期望新的阶级能像这些木材一样，就是做房子最重要的建材，就是栋梁啊，这样了解了后，哇，他们身负重任呢。但是我们常常笑他们是木头人拉萨洞然后他们自己兄弟之间也有写歌，就是然后让他们阶级就是一起唱，他们自己写了一首歌叫《拉萨洞》，学我吗？有听过啦？应该没有哦。我们要不要听新歌发表？快点来练习，快点到前面当主唱，快点。今天好像还有几个拉萨洞的有没有？有啦，有来啦，躲起来了，在那边。哇，凭什么？来看歌表演没有来给我报道哦？拉萨洞的那个少伟有没有？沈弟，过来，快点唱歌，快点，你们的歌，偶像团体Super Junior， 还有谁？阿咪有没有？阿咪呢？到饱了，你们要发单曲嘞！阿咪哪个人？快来一起唱了，你们拉萨洞的歌，快点！图腾主唱帮你们伴奏呢。金马奖最佳原住民专辑得主，替你们伴奏呢。练习啊，试一下胆量。感觉就跟还我土地是一样的爽。来，他们是被临时叫上来的，因为刚下课今天礼拜6不用上课吧？一起唱啊！